白凱文，中國香港田徑隊。Lane 8 McCoyman Cody Hong Kong China L17。比賽現在開始。The final now begins。相信一晚測試亦都係安全起步啊！見到咧第4線嘅佢哋已經攞出咗嚟幫第3線嘅有非常之好，第1出線馬上11秒66。亦都係會期啊！我哋一齊睇翻大會嘅等做出季度最佳成績。另外3個運動員咧，亦都係好多位啊，打破咗季度最佳成績，包括有嚟自新加坡嘅 Elizabeth， 做出時間11秒71。另外袁冠賢咧喺初賽亦都係打破咗香港 U20嘅